头刷登来台湾来看这个疫情相关的消息。这个云林县已经210天无增加确诊的病例，刷伫一天内底增加2个个案。这个是住伫斗六，是一位退休的校长，伊到嘉义去食结婚岛，甲这个确诊者接触去互喂着病毒。另外是这个北港高中家己来宣布，学校有一个老师确诊。91个甲这个老师有接触的师生，爱居家隔离10天。全校800个师生嘛爱采检，明仔载全校停课，学校要大消毒。去年的8月22号到现在已经历经了210天，完全这当中都是零确诊。云林县长张丽仙面色真震动，因为原本超过半年家庭的记录破功，原来就住斗六个退休校长确诊啊。3月13号参加这个嘉义的这个喜宴被匡列为居家隔离，那我们马上安排做 PCR 的一个采检被通知说他是确诊。官府开始追踪这位确诊的退休校长去过所在，北港高中郭雄雄自行宣布校内一位老师是嘉义戏院团保连当中确诊的亲人。原本采检是阴性，而且刷转阳性，还接触的91位师生无奈居家隔离10天，全校的师生一透早进行全面的采检。大概将近800位左右，全校都做快筛。那甚至有一些孩子原本想要请假的，我们也通知他尽可能就是回来学校做快筛。增加2位确诊者已经互官府头壳真疼，结果还有家己的确诊老师到县内惠沙国小、水灿林国小参加检测，所以2间学校赶紧进行预防性的停课。到3月26号这段时间，我们做预防性的停课工作。另外，还有下轮国小、轮培国小，嘛因为有老师和确诊者接触，或者是去过相同的所在，校方嘛宣布要停课、展开清消，要针对有接触的学生来做采检，避免互病到伫校园内底继续来传。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